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月13日新闻，我是嘉豪。今日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连载。国内伫今仔日增加14个本土病例，伫桃园的联邦银行有增加11个人染病，是10名银行员工甲1名家属。食电子烟的人目前是少年族群上介济，行政院即马也要开始禁止业者卖电子烟，而且20岁进前也袂当食烟。宜兰地检署证实讲，早起去到宜兰县政府甲劳动顶公所所在，约谈入住苗顶人发生什么款的弊案，目前是无对外公开。新闻一开始，赶紧来关心国内疫情消息。国内伫今仔日本土病例一下就增加14例，伫桃园的联邦银行内面的群组感染是变较严重，增加11个人染病，是10名银行员工甲1名家属。就是有1名染病期甲服务员去到银行2届，甚至捌甲喙暗流落来讲电话。指挥官陈时中表示，目前这寡行为甲动作，拢会成做调查的证据。国内新冠疫情13新增加14个本土病例，从今年以来本土一天确诊新冠纪录，包含之前确诊机服员、客门大家甲囡仔拢确诊。联邦银行群组各增加11人确诊，分别是10个银行行员甲1名银行员工家属。台北市联医仁爱院区有1名专职病房护理师确诊，伊伫这个月11早起做完第3期疫苗了后，下晡出现症状，经过采检了后确诊。1月11号的时候，那去施打追加剂的第3剂的疫苗，那施打以后到下午就开始出现有发烧、流鼻水、肌肉酸痛、喉咙痛等等的现象。那所以到了12号早上一早，他就到他们医院的筛检站去做采检，下午就看到阳性的报告结果 ，CT 值是16。也增加1名死亡病例，是52岁本国籍男性，有慢性病史。去年12月捌伫越南确诊，后来坐国际医疗专机登台湾，迄时阵已经插管隔离治疗，不幸病况恶化，伫1月初9死亡。其实回来的时候就已经是严重的肺炎，直接到医院就插管住加护病房。从这个时序以及我们这边检出 Delta 没有 Omicron 的情形来推断，应该我们这一位个案还是感染 Delta 的可能性最高。因为联邦银行群组已经有14人确诊，指挥中心调监视器画面发现，染疫机服员2摆到银行，各摕喙暗落来讲电话，是重要线索。指挥官陈时中表示，1月初7银行有聚餐，无共到食饭也占休，染疫情形是重中之重。医学院这边大概都有戴口罩哈，那这边在有讲电话、要接电话的时候，就把口罩就拿开来。重中之重是这个分行的整个的一个染疫的情况，哈，有13名行员的一个染疫的情况，那确实是在我们这个疫情现在，哈，是我们这个最关注哈的一个议题。 台湾向 AD 买1000万剂疫苗，最后一批176.15万剂，礼拜四下晡会到台湾。但其中表示 ，AD 最近较无人做，也可能会用不了。不过这批后期到5月31日，已经准备咧。记者综合报道。 讲到这居家服务员的团保令继续伫咧拖，伫桃园中立的联邦银行建兴分行，目前已经有13名员工甲1个家属确诊咯。这间分行会停业到后礼拜一才开始服务民众。另外，也有确诊者捌去过中立的 Tasty 牛排中山店用餐过，今仔日店家也停止营业做大消毒。也因为桃园地区疫情当咧关卡，今早起有一个社区的体检站，也有注射站，就满拢是人。 上班时间，中立联邦建兴分行大门拢锁掉的，因为陆续有行员确诊，银行休一天紧急消毒了后，13同款无营业，有民众要来办代志，煞无法度。 已经9点了，还没有开门呢。啊！听说这里很多行员确诊，不知道啊，会很担心啊。我有看到会啊，会很害怕。今天目前不会正式营业。有几个银行人员到位，内底敢若几拍灯。银行四周围一直有清洁人员伫消毒，因为感染到的居家服务人员捌来这个分行办代志，行员甲做伙大亲人，累计确诊达到14人。联邦银行发声明，建兴分行暂停营业到1月14、17开始会调派人力恢复营业。附近的3间分行所有员工拢完成采检。 餐厅外大动作消毒，因为分行的员工捌伫1月初7到西堤中山店举办年终餐会，所以全店消毒，包含员工人客108人，拢进行酷热采检。今天确定停业1天了哈。比较不好意思，对。好，明天会营业吗？这部分的话是总公司那边在做审议。
中日确诊人数一直增加，龙岗大运动场采检站透早人真济，超过上100人。因为人伤济无法度消化，甚至人排甲草埔啊顶悬。采检的这种情形，每一位体检站拢同款。同款这个情形也出现伫疫苗注射站，排真长的人差不多看无尾。虽然要做的人真济，毋过未少民众到现场，互人通知疫苗无够，无法度做，所以真不满。早起3点外钟啊，要2点钟排到迄头去啊，随到随打，骗人的啦。要排队是正常的，因为是不用预约，所以一定要排队啊，不可能一个人一个时间1个小时全部1万人都打好。那我们疫苗是充足的。市长郑文灿讲，各疫苗注射站13载平均拢注超过800人，是过去平常时的2倍。因为住的人真济，一定爱排队等。桃园一面采检一面注射，提升民众的保护力，无要让疫情持续恶化。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桃园的一寡感染案，除了调查者确诊者的行踪以外，相关的接触者也要甲因扣起来采检。桃园市政府的要求是凭中央更较严格，要求采检过后是阴性的银行员工，因厝内面的人同款爱做预防性的隔离3天到5天。另外，要确诊的银行员工捌去到新竹地区用餐过，当地政府的要求店家就要加强消毒。对建筑物外口甲进行到喷消毒药剂，全身防护装备的桃园市政府人员13站对确诊者去过所在拢消毒。市府也公布21个确诊者的行踪，亲像伫青埔的IKEA卖场、中立环东中路的全联环中门市、中立的大润发卖场、大客客运总站等，也拢加强消毒。桃园市政府表示，目前针对联邦银行建行分行一条库的采检人数3013人，每个地点的餐厅也采检108人。对采检阴性的银行行员，因的家属实施有风险居家隔离3到5天。因为这个病毒厉害，所以一般来讲，我们确诊者的接触者是不会做处理。那这一次我们例外，特别我们对银行目前居隔的行员就是他是阴性的，那他们的家属我们也做这预防性的居隔。另外一个联邦银行确诊行员车爬到新竹食饭，新竹市政府要求餐厅12到14停业3天清扫，搁紧急通知这个时间食饭的48名民众甲13名员工采检，目前已经采检的40人 PCR 拢是阴性，也要通知初9到11伫遮食饭的291个民众来采检。那我们也紧密观察，这个新竹疫情的这个情况那因为我们现在都还是零确诊那我们希望现在做好防疫的工作降低大家对生活上的影响。这联邦银行确诊行员车爬也到过新竹县关西镇的2个农场，新竹县卫生局也派人消毒，扣留10名农场员工自我健康检测。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的联合病院中兴院区有2位护理人员来确诊了后，即马伫仁爱院区也有1位护理师确诊，这3名拢是专职病房的护理师。指挥中心表示，这2个院区拢是照顾轻症或者是无症状的确诊者，认为伫咧内面互人传染的风险会较少，也要求医护人员要爱注意防护衫的使用流程。另外，有联合病院的医生出面指控讲，有患者是大主大意，甲这个抽风的设备关掉，安尼可能会造成感染到别人。指挥中心表示，这罚3000到1万，若准这确诊者想要逃走出去病房，上悬会当罚到30万。伫白夜搬上大片的机身，国军兄弟用接力的方式将技术飞行机残骸物件一粒一粒地伫白色的地下，找到的数量真侪，有的看起来像机轮，有的像飞行机头，甚至顶边还有国旗的图腾。那包括过道了后，渔民发现的数量加总起来有10几地，也毋过也是无找到适量的飞管弹药。台北市联医中兴院区有2个专职病房的护理师，其中一个护理师的男朋友也防为着确诊。12暗时，台北市联医仁爱院区，搁一个专职病房的护理师采检阳性。住伫新北市土城区11早起，注第3剂疫苗对加声，下晡出现咽喉痛、发烧甲流鼻水，隔天主动到院采检，CT 值是16。仁爱院区立即匡列该专责病房密切接触者25人。采检结果皆为阴性。
这个护理师较单纯，7白至12，坐捷运板南线往回海山站加中校复兴站，也要去餐厅、早餐店加仁爱园区的便利商店。目前扩大科列采检39人，36个阴性，3个等待检验。指挥中心表示，目前仁爱园区敢若一个单一确诊个案，无胃出去的现象。不过最近照顾的4个病人当中，有2个感染 Omicron。到目前为止，台北市连医累计有3个专责病房的护理师感染，中兴园区2个是感染 Omicron。第一线的医护人员小连续确诊引起关心。台北市政府是讲，目前台北市连医收治126位新冠确诊病患，其中113例是境外移入，3例本土个案。台湾联合医院在这2年的专责病房都负担了台北市大部分的专责病房的任务，每一个环节都可能会造成病毒的破口，所以这个部分医师人员的部分我们也会加强他们各项管制的措施。这2家医院的这个护理同仁照顾的都是轻症或无症状的一个确诊者，所以也了解在病室内照顾病人当中，并没有太复杂的一个治疗动作，所以基本上在病室内的机会相对的是比较小的了。目前北部真侪间病院轮流分担入境确诊者的隔离收治，台北市医师职业工会也接到陈情，有部分确诊者把病房当作饭店，把护理人员当作服务生，甚至关掉病房内底抽风设备，造成医护的紧张和安全危机。因为病人觉得专责病房的抽风设备太嘈杂，而自行关闭了病房的抽风设备，让病房没有了负压的情况。指挥中心表示，感染的患者有义务接受治疗和检查，若做随便关掉设备，要罚3000至15000；若做随便离开病房，上最会罚30万。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飞长大旅客一到台湾，就要需做 PCR 采检。桃园机场前进指挥所的指挥官王必胜表示，今仔日有4个航班，大约是180人来采检，其中有14个人确诊，其中又是一班是对旧金山来的82个人，就10个人确诊。指挥中心也坦白讲，这边境的压力是真大，14要入境的人有4200人，15也要到3900人。13透早4点外，有4架长途航班到台湾，分别来自墨尔本、西雅图甲旧金山，入境人数180人，顶半天验出阳性确诊14人，阳性率7.78%。每一架厝的确诊数也是以美国线航班阳性率上悬，超过12%。桃机前进指挥所指挥官王必胜表示，13下晡还有2架长途航班，差不多200个乘客会到位，佮有5入境高峰，应该是14、15、2天，预期确诊人数会更较多。高峰应该是在明天、后天，明天大概是800人左右。确诊的人还是会蛮多的。明天的预定的入境的人数还4200多位，但是后天还是相当多哈，也是后天也是3900多位，边境的压力还是相当的大。目前入境规定要检附2天内 PCR 阴性证明，不过医院验出真侪阳性确诊者，指挥官但市中分析各种可能情形，包含目前国外染疫比率悬，还有真悬的可能性是潜伏期。等于是几乎若以潜伏假定是3天的话，这段时间入境来采的时候，就会有这5天里面染疫的时候会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因应14、15入境高峰期，王必胜表示，会阁增加1倍人力，检验机器已经充足，也新签约增加救护车数量，应应付所有入境的旅客。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发生意外的飞行官单翼搜救人员，规工拢伫咧，可能是无人机摔落来附近找找无人机甲飞行官行踪。目前是伫咧附近有找到真侪无人机的外壳碎片，不过有关找无到一个飞行官单翼。伫白夜搬上大片的机身，国军兄弟用接力的方式将技术无人机残骸物件一粒一粒地伫白色的地下，找到的数量真侪，有的看起来像机轮，有的像无人机头，甚至顶面还有国旗的图腾。那包括过道了后，渔民发现的数量加总起来有10几地，也毋过也是无找到失联的飞官单翼。有民众翕到迄天技术无人机摔落海的相片，为民众海面上起白雾。13个搜救行动，刚刚是透早开始，也毋过中昼前后，本来负责空中搜寻的直升机一度换做空袭机，技术伫对海地点来回翕。
当地渔民也逐工来斗相共。一开始先高上花的技术残骸，就是由3位热心的渔民伫对海地点附近找到的。这个只是一寡残骸电线，啊个一寡油啊，已经解体也足线的。吼，啊摕着安尼，啊剩的物件吼，军方去公布，好无？人家鱼骨来食，嘿，鱼骨来食吼，不了总找啊找啊讲好，啊差不多摆啊已经袂走啊，袂走，阮才讲好，啊无佮来并找，啊才开始找着遐物件。找到遐就军方应该去扣啊，系啊，你话收，系啊，阮收单，阮嘛搬袂转来啦。民众讲，现场的土质松软，就算是看到袂少大型的残骸，也是无法度炸转来。为了让搜救行动更加顺利，早起国军也请来营造业的工事警官协助，也在钢筋铁丝、德国等物品到适连的地点，拍算打平影也是平台，方便作业。佮搭配11名畅水警官扩大水下搜寻。不好意思，我们对外由我们军方那个侦查部门发言哈。为11飞官失联了后，就陆续发现飞行机残骸甲滑脱，甚至也传出找到飞行机顶的乌鸭仔。也毋过在场的军方人员面对任何提问，拢无做回应。即摆找到大量疑似飞行机残骸物品，也希望更加接近失联的飞官弹药。记者综合报道。总统蔡英文早起有去到空军家己基地安慰失踪飞行官的家属。蔡英文当场也指示军方就要加强搜救的量能。这届战机出意外，也引起众人关注，讲这战机飞行官人数不足的问题。有退役的将官建议讲，国军爱甲体能也阁袂歹的退役飞行官找到回来成立后备飞行大队来补强战力。总统蔡英文13到空军家己基地慰问失处战机飞官弹药上飞的亲人，面对家属的伤心甲挂念，蔡英文指示国防部长邱国正甲空军司令任护机加强搜救。搜救的事情做得彻底，但是速度要快，妈妈心里担心。这摆意外也互大家更关心战机飞行员训练无简单，甲人数不够问题。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建议国军征调体能符合飞行标准的退役飞官成立后备飞行大队，补强战力。过去62岁汉翔公司董事长胡开宏为例，第二架永兴号高教机交机的时阵，捌做飞官的胡开宏，斗阵飞起台东交机飞行拢无问题。我们培养花了那么多的钱，3、4千小时的飞行时间，都要花个2、3亿的新台币耶。那这些人退伍到民间去，太可惜了。那这回 F-18经济高官黄永杰建议，空军后备飞行部队目标应该锁定目前少年飞行员，互因未来生涯规划无受到退伍离回限制，来避免征召退伍飞官，也佫需要重新补强体能战术甲战机操作问题。20几年前，我们的种子教官的第1批到第3批的种子教官是在国民兵飞 Block 4辆 F-16CD。如果可以仿效国民兵，其实他可以在上尉少校的时候就做了决定，他要长时间留在这个部队里面，留下来就是要飞行嘛，发挥到最大的这个成效。张延廷认为，这退伍飞官的年岁限制应比较民航技术的65岁规定。王永德是建议比较即马空军大备的飞官58岁标准，未来是不是透过征召退伍军官或者延长飞官退伍年限，也是要看国防部人力规划甲战力需求来决定。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今早起一件11个人的旅行团要去花莲的李祖山温泉佚佗，其中有6个人去互虎头蜂叮着，2个人是被昏去。消防警员是请求到空勤总队机关，把这个患者接落山送病院。有6个人被虎头蜂叮，每一个都被叮7个以上，被虎头蜂叮到头。我们路过虎头蜂区，前面的人路过可能动作太大，被虎头蜂不小心触碰到这样子啊。空勤总队直升机来做吊挂，第1梯我们挂载2人先去慈济医院，第2梯再送另外的3人下来到门诺分院这边，由我们的救护车再做后送。那另外1人的话，他是会由我们的消防同仁陪同他们一起用步行下山。花莲县消防局接到通报了后，遂请求空勤总队协助，先载医护人员就山做初步的治疗，落尾再甲患者送到文乐寿丰病院含自济病院治疗。2位较严重的，伫送病院进前拢恢复意识，治疗了后无生命危险。其他6个人由消防人员陪因行落山。
观众朋友讲到这几天这天气是有影真冻，又搁是冷叽叽。这阵冷空气到位了后，却因为这个玉山合欢山水气无够无落雪，不过这低温的条件，互车龙结冰啊。有一寡车的链啊根本就抓袂牢，就安尼出去，几落台车是弄做伙。公路总局也宣布讲，今日暗时吹风到大武岭这个路段会先封起来，会当出去是袂当入来。合欢山水之江路段路面结冰，民众徛伫个路的算甲真欢喜，无想到下一秒，后壁的箱仔车挡袂牢，直接弄到头前的轿车，现场大家大声叫，一个查某乘客赶紧为汽车后座走出来。人没事就好，人没事就好。这个事故是昨日发生的，影片传起的网络引起众人讨论。警方表示，两台轿车发生车祸，伫现场讲和解，要把车刷去路边，搁加上路面结冰，后壁的车挡袂住，结果发生第二架车祸。有辆自小客车亦因路面结冰，未注意道路前有车祸车辆来不及刹车打滑，造成再次追撞第二次的 A3 车祸。所幸没有人伤亡。冷气团到位，关海拔山区虽然因为水汽无够无落雪，不过维持伫0度左右的气温，包括玉山、合欢山拢出现路面结冰的情形，提醒用路人爱注意。水晶宫那边真的是结冰，所以游客虽然有的有挂雪链，还是会打滑。提醒游客就是行经武岭到水晶宫这一段，还有克难关，就是容易结冰。根据气象局的资料，13暗时第14架线合欢山关海拔路段会持续低温。公路总局宣布，下晡5点开始，已经先封闭吹风到大武岭路段，车辆敢会使出袂使入。10时透早看气候加道路状况，再来决定开放还是限制加挂细链的车才使过。记者综合报道。有人讲世间讲是食薰甲闻风，真侪人拢会博这电子薰甲加热薰，特别是少年族群。不过，伫外国已经有真侪电子薰造成气部伤害，甚至是死亡的案例。行政院今仔日通过薰害防治法修正草案，要甲禁薰的年龄有关到20岁，而且业者也袂当卖电子薰。争议都市的妨害防治法修正草案，正义办总算出来，除了提悬禁薰年纪，由即卖18岁改做20岁，搁修正类薰品定义，禁止电子薰制造、私自卖甲供应，也搁加热薰列入新类型薰草产品，增订健康风险评估审查机制，上市进前也是已经上市，改变成分也是暂停时，需要通过审查。那它不管是含有尼古丁或没有尼古丁的电子或者非电子的组合及其元件，那这样的一个产品，我们定列为类烟品哈。那么这前面的禁止，包括这些电子烟所说到的制造、输入或者是贩卖，或者是供应。行政院定调，修法禁止电子薰、监管加热薰，因过当年关注薰害防治的当时基金会批评，修法一禁一开。虽然看起来只放行加热薰，因过电子薰甲加热薰的行销通路真侪小塔，烦恼未来真歹管控。当时基金会也指出，国际上已经有真侪项研究显示加热薰含有有毒物质。我们看烟草公司自己，全世界最大的一个加热烟草公司自己的网站的报告，他们为了申请在美国上市，他们坦诚，他们至少有58种。台湾目前是禁止，没有开放的加热烟。他们坦诚至少有58种有毒化学物质。2020年的一个研究独立又发现了4种，所以他们至少有62种有毒的化学物质。当时基金会表示，将继续串联民间团体，提出民间版的妨害防治法修正草案，希望由新加坡、澳洲甲香港主张相禁电子薰甲加热薰。记者综合报道。全世界疫情当咧滚价，顶礼拜新增加超过1500万人确诊，这是有史以来上界严重的。不过，这死亡人数却是无明显增加。世界卫生组织的秘书长谭德赛表示，这 Omicron 也是真危险。法国第11新增加要到37万例，另外美国、英国 Omicron 感染人数可能在接落来几个礼拜内会出现大爆发的情形。Ça faisait combien de temps que vous vous sentiez pas bien? 急诊医师替新冠患者问诊，确诊病情。不过病院已经无收治新冠患者的病床，只会当替伊安排转到其他的病院接受治疗。On a moins de lits paradoxalement par rapport à ce qui a été promis, pour différentes raisons, hein, notamment parce qu'il y a des arrêts de travail du personnel, il y a eu des démissions, par exemple sur le service des urgences, il y a eu au moins 70% du personnel paramédical qui a
démissionné au cours des vagues successives de Covid. 法国11单日增加约37万例，各创单日新高，也互病院医疗量能再度面临考验。因为个比头一波疫情爆发时阵，病院人力流失，致使病床数颠倒减少。这间病院大约8成的新冠患者并无注疫苗。所以法国政府打算推出疫苗通行证，要求前往餐厅也是室内活动的民众需要证明已经注疫苗，上紧后礼拜开始实施。欧盟控制全球摊开顶礼拜增加约1500万例，同款创下史上新高，也毋过死亡人数并无明显升悬。世界卫生组织表示，虽然欧盟控制症状不如德尔塔严重，依然被当疏忽。 This is possibly due to the reduced severity of Omicron, as well as widespread immunity from vaccination or previous infection. But let's be clear, while Omicron causes less severe disease than Delta, it remains a dangerous virus, particularly for those who are unvaccinated. 另外，英国国民保健署公布，这礼拜新冠住院人数已经开始下降，各地疫情也在提升。伦敦市已经达到上悬。美国 CDC 也指出，过去一礼拜，全美国住院人数大约增加33%，死亡人数大约提升4成。也毋过，两国拢寄望像南非同款，疫情伫未来几礼拜达到高峰了后，就会当有大转好的可能。公司新闻。 丁伟仁编译。Omicron 变种病毒即马伫美国摊开啊，北京有增加各6项防疫措施，包含着讲这喙暗着要挂好势，而且考虑要增加 N95加 KN95喙暗互民众。伫学校的部分，逐个月学校拢有1000万剂的体检剂等等。根据上新的研究也显示讲，这挂喙暗会当减少烂手喷出去的距离，有效来对抗各种传染病。 北京防疫特别小组12日线顶干部会指出，过去一礼拜，美国平均染疫住院人数增加33%，死亡人数增加4成。未来几礼拜会达到这波疫情高峰。拜登政府真正考虑，让美国人更加简单摕到高品质、防护力更加强的喙暗，亲像 N95或者是 KN95喙暗。疾病管制甲预防中心 CDC 表示，真紧会伫网站顶端更新这个喙暗的防护资讯甲建议，啊，不过袂特别去 改变建议挂倒一种喙暗，因为原以外都是上好喙暗。CDC continues to recommend that any mask is better than no mask, and we do encourage all Americans to wear a well-fitting mask. The best mask that you wear is the one that you will wear, and the one you can keep on all day long, that you can tolerate in public indoor settings and tolerate where you need to wear it. 奥兰多中佛罗里达大学12日发表伫传染学期刊的研究报告显示，挂喙暗影响人伫讲话加速时阵，伸入手传播的距离减少一半，是防疫的好物件。因为奥密克戎变种病毒高传染力，联邦政府加强机关学校伫疫情相关的情形之下保持开放。这个月开始会为学校提供500万次快筛、500万次 PCR， 总共1000万次的检测，避免最近芝加哥公立学校老师甲市政府政策倡导煞停课真侪工的问题佫发生。另外，辉瑞 BNT 研究发现，青少年做疫苗了后，能减少94%的染疫转移率。意大利疫情严重的那不勒斯12将17间小学正做疫苗注射中心，为5到11岁囡仔做疫苗，边仔有志工穿道具的衫，为囡仔加油。组员还佫领到一个奖章。这个总理小资12去国会继续游说大人强制做疫苗法案，和继续派培训师分裂社会。执政的社会党按算3月表决通过这项政策。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译。美国昨昏公布2021年消费者物价是起7%，这是40年来上界悬的数字。不过，昨美国股市也是起，不过这个物件当咧起价，也让美国家庭开销增加，偏偏因的薪水确实无对咧增加。白宫表示讲，这通货膨胀伫今年应该较稳定啊，互平常是唔免伤过烦恼。美国食品的价钱起价，互人有淡薄仔歹过日，一寡民众真有压力。You used to pay $100, $150. Now you're getting out at the store for $200,
2021年，美国的汽车、汽油、食品、家具价销大起，这是疫情致使经济大规模衰退了后快速回升的情况之一。政府发放纾困金、超低利率来刺激消费，教助疫苗来提升民众出外用餐、甲旅行的信心。不过，供应链受到人力、甲原物料欠缺。美国劳工部12表示，2021年消费者物价指数起7%，创下1982年6月以来的新高。What was a very laissez-faire attitude towards inflation in 2021, saying it's going to be transitory and it's going to pass. 美国股市12连续2天拢起，四大指数小幅度收红。符合专家所预测的，分析师预估联准会上紧3月要升关利息，不过什么拢起，就是薪水无起，老百姓开钱会疼。总统拜登甲联准会也有真大压力，白宫12想要解决民众这个忧虑。Most independent forecasters expect these prices to moderate over the course of 2022, and that's consistent with the administration's view. The largest single costs that families face are healthcare, childcare, the cost of a home, and we have concrete, practical, straightforward ways to deliver relief on those costs. 拜登政府甲美国联准会上起声是讲，物价起价只是暂时的，不过通货膨胀升悬，显然不是短期的现象。拜登甲部分民主党的人开始责怪大公司，亲像肉品制造商，利用疫情物资欠缺的时阵，甲计销起价。不过部分经济学家无认同美国政府这种的判断。公司新闻黄云玲编译。宜兰地检署证实讲，早起有指挥廉政署去到宜兰县政府加到东顶公所搜查，而且约谈县长林祖苗等人来厘清案情。宜兰县地政处处长杨宗明的办公室甲徛家也拢去超过，劳动镇长吴秋玲也有叫带登去调查。究竟宜兰县是发生什么款的弊案，目前拢无对外公开。不定，当时啥物代志哈？面对镜头无讲话，宜兰县政府地政处长杨宗明13早起真紧上车，向载离县政府，配合有关单位进一步侦办。那请问今天搜索的重点是什么？廉政署人员搜查杨宗明的办公室，为了防止外界翕，也特别打白色纸，随后查找一箱的资料。就连宜兰县长林祖苗的住所官舍也互搜查，林祖苗本人是互请到县长室进行说明。对此，宜兰地检署证实13早起指挥廉政署前往宜兰县政府劳动镇公所等相关30外的所在进行搜查，佮约谈林祖苗等相关人员厘清案情。那对于这个案子，因为目前来讲，相关的一些内容我们也不是很清楚啊。针对这个部分，我们县府会全力配合我们廉政署或是地检署我们来提供相关的资料，配合他的一个侦办。宜兰县政府技术爆发弊案，廉政署人员分几下路，唔来带动着一笔高身份约谈林祖苗，各将杨宗明、劳动镇长吴秋玲带回接受侦讯。镇公所人员讲无清楚发生什么代志。因为我上来上班，我就看到廉政署在这里，那所以他把整个那个他需要的人员啊，他都一直在，他也不让我们去询问啊。公务课有啦，但是也不晓得他询问的内容，他都不让我们去。公务科长在啊。在。宜兰地检署表示，案件现阶段由原来调查，继续进行侦讯。另外有偌济人互约谈，目前无方便对外说明。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桃园的地区呢，这疫情是别开啊，甚至已经进入社区感染，连国小也拢提早休寒，外界也拢伫咧想讲，这全台湾的学校敢要规期拢提早休寒咧。教育部长潘文忠今日表示，会先用个案的方式来做处理，目前也无需要全台湾做伙停课，一切拢爱配合到疫情指挥中心来做处理。用餐喽，把你的隔板拿出来。食到时间，食饭隔板搬进岛，本土疫情断开。伫桃园有一间学校，行食饭的时间无法度维持社交距离，先叫大家囥食饭隔板。桃园机场感染案扩大，目前伫桃园已经有真侪间学校传出学生囡仔确诊，市政府也宣布公司为国小提早放寒假。不过外界关心这种做法是不是应该全台湾统一？如果有确诊的个案，那么我们就以比较采取短天期或是
2周的这种预防性的停课的模式。以目前的疫情跟指挥中心这边的观测跟了解暂时还是先以个案性的方式来做这个防疫应该还不至于即刻去启动到全面性的停课。教务长潘文忠指出，目前以校园防疫指引采取第一天期的预防性停课为主，通知9、13拢总6间学校加1间补习班停课，因为部分确诊者的子女采检阴性，所以10时确定有2间学校复课。但是2月要举行的大学学测已经采取最高防疫规范，针对学生确诊隔离的状况，拢有相关的因应。另外，原定规划伫3月开放非奖学金的华语生入境，也会采取严格的检疫规范。尽管有发生一些确诊的境外生个案，但是因为采取14+7的隔离措施那么对校园来讲还是相对的都能够维护到全体师生的安全。潘文忠认为，各校为了迎接境外生，一定会做好相关的安排，落实防疫。在确保校门安全同时，原来会当让学生囡仔健康进入校园。但是整体的校园防疫规范，也会配合指挥中心即时采取因应的做法。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银行为什么发生遐尼大的群组感染例？联邦银行的总行有调监视器来看，发现讲这位染病人客去到分行开新的口罩，却因为爱做身份确认，要甲喙暗流落来。虽然这时间是短短不过也是传染给银行的人员。为了要保护银行人员，金管会目前也等咧规划讲，无论是安怎样，拢袂当要求人客甲这喙暗流落来确认身份。桃园市中立联邦银行行员染疫，确诊人数一直增加。金管会银行局透露，联邦银行总行有调监视器，发现染疫客户到分行开户，为确认身份，捌提喙暗落来。虽然时间短，不过也是间接传染给行员。所以，请银行公会研究，是毋是伫无提喙暗之下确认客户本人身份，是毋是比较去年5月3级警戒防疫措施？金管会主委王天波表示，继续观察。我想主要现在疫情还在2级我们去年有些措施在3级的情况之下所做的，那现在看起来这家银行还算是个案了。我们银行局会密切注意这家银行它整个处理的这个情况，不希望员工受到进一步的影响，也希望客户能够安全健康。去年5月本土疫情严重，防疫警戒升到3级，金融业也未少员工确诊。金管会迄时阵宣布，为减少进出银行，民众机构法人透过网络银行免跨行转销手续费，实体 ATM 跨行转销手续费减收2块，鼓励民众使用线顶金融服务，避免面对面交易。所以遇到这样的情况，他应该要做怎么样的准备，怎么样的回应都有既定的机制。那如果这家银行需要金管会做行政上的协助的部分，我们会来全力的协助他来做相关的因应措施。金管会银行局表示，联邦银行13早起已经打电话给金管会说明目前确诊人数，甲后续处理。强调港分行无确诊的行员，拢应送防疫旅馆，确诊者也送医，也做出相关应应，除了暂停营业，也扩大员工采检。记者综合报道。这位染病居家服务员传染给银行的人员，就算有挂嘴暗，这银行人员有关是受到感染。就医生认为讲，这钱啦、假金铺啦、这笔啊、铺啊，这是北来北去的传染方式。呼吁大家千万唔通抓准讲有挂嘴暗就袂受到感染，唔那爱挂嘴暗，而且爱加强消毒。高传染力的Omicron病毒来到前向，尤其当机场群组案，医护员因为到银行办公传染给行员。虽然有挂嘴暗，也是突破防护传染。有医师认为，嘴暗袂当100%阻挡。若讲嘴甲鼻有底针无抓到，也是透过纸票啊笔，也是笑铺顶，拢有可能喂到病毒。手的接触，因为我们到银行办事总要接触到一些纸啊、笔啊之类的。那通常是在银行里面应该是室温室温呢在纸上面大概是几个小时。你笔的这个服务的时候，应该也要喷一下手，要喷一下酒精。即摆银行员因为办公防传染，有医师讲，唔通就是挂嘴暗，特别去画着的时代已经过去，其中可能有空芳，也是无挂好。烫嘴暗的时阵也爱注意，敢是有接触到其他所在，做好消毒防护。你回家的时候，在脱衣服的时候，衣服碰到你的嘴巴、眼睛、鼻子去了，你也可能就这样感染的其实我觉得我们大家不要期待不被感染，
这种口罩是目前最普遍的，认为说戴好戴满，应该是最好的保障。虽然你可能拿来拿去，但是你就戴着心安。大多数民众认为，除了挂好嘴暗，也爱注意手的清洁消毒。另外，美国 CDC 正考虑改变指导方针，建议民众挂高等级的嘴暗。像 N95 指挥中心表示，目前台湾虽然有1000万外个 N95 嘴暗，也毋过大家拢挂会无够，建议留予专业人士甲定吸到高风险场所的人，这种生活其实并不需要。记者综合报道。大学的校长会议这2天伫分科大举办，也因为学会10岁17年拢无起价，加上今年军公教调薪水调4%，物件也拢伫起价。高大协进会希望建立合理的10岁调整机制。教育部表示，因为军公教调薪水，甲本地薪水计出来部分会补助7成，也若10岁要起价，可能阁爱有社会共识。大学校长会议因为疫情影响停办2年，总算恢复办理啊。校长爱讨论袂少议题，其中10岁的调悬是上界重要的代志。一直都不准这个提涨学费的话，哈，但是教育部又没有办法给更多的资源给学校补助，那么学校到最后他能够采取什么办法呢？那也就要减少我们学校的一些支出。10岁17年无起，今年军公教调薪4%，而且即马物价拢起价。有校长是烦恼，搁安尼落去，咱台湾高等教育的发展会受伤害。而且看即马调整10岁的方案，本来应该是符合指标的大学都会当调整，即马又搁互审议小组驳回。如果学校已经走完了程序，送上去的话，它应该是只能做形式审查，不能做实体的审查。国立大学校院协会发出说帖，建议未来由各校自主提调整方案，教育部只要审认是毋是符合指标条件，教育部回应因应军公教调薪，会补助本项所增加额度的7成至7成5。按过10岁调整机制，也需要甲协进会寻求社会共识。在私校奖补助额外的针对他调薪增加的这4%，或是它不见得会是4%，有些可能会调3%。那我们会针对这一块额外的，也是以7成，到7成5的左右的比例来予以协助。这个补助的部分，其政府教育部很有肩膀的承担了，但是你剩下不足的部分，还有历年累积这个问题啊，还是要做一个彻底的解决。吴永乾表示，教育部敢若解决一件代志，也是希望建立调悬10岁的合理机制。校长会议也有1天会继续讨论。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市政府为着要鼓励民众生囝，今日搁再宣布讲，这公共托育人员对这个月开始会加薪水4600块，督办人员卖加2000块。托育机构人员表示，因为这几档公立的幼教人员薪水福利拢有增加，会诱一寡人才离开，希望这摆加薪水会当甲人才留倒落来。高雄公共托婴中心一班才16个囡仔配4个老师，环境算袂歹。不过无到2岁的幼囝实在歹照顾。高雄市府宣布要替这的托育人员加薪，对目前起薪3万块，增加到34600块。另外，督办人员嘛加薪2000块，高算有356人受惠。因为跟准公共化的幼教人员的薪资差距大概有4000到6000元左右哈，那所以造成托育这个人才哈延揽不易，对我们的工作有肯定，那再让我们更有动力去为这个托婴中心去服务。加薪了后，高雄的公托人员薪水就甲台北、新北同款。其实对公共托育中心来讲，这几档确实无法度甲人留落来。幼儿园这类，因为调的幅度其实比我们快多了。今嘛嘛是会烦恼讲，好不容易培育起来的这些专业人员，可能怕会是往另外幼儿园这个部分。市府唔那增加托育人员的福利，目前28间公共托育机构，今年要增加到53间。台湾已经连续2年人口负成长，今年阁拄到好年，高雄打造友善养囝的环境，希望增加少年父母生囝的意愿。记者邓家文、赖伟哲高雄报道。
母语的推广团体牵囡仔的手行台语的路，今仔日去到总统府参观，而且因特别申请用全台语来导览。因有真侪囡仔拢是自细汉就开始讲台语，甚至有诶敢若听有台语尔。咱做伙来看因是安怎用台语来熟悉总统府。但你安怎讲？对，喙暗，吼，来，咱去继续行。喙暗挂好，对导览人员行。大人囡仔做定用台语进捌总统府。咱这嘛差不多无占到这么悬，这个塔，但是你100年前，伊是专单的相关的建筑。计共50位大人囡仔13日间申请以全台语来导览参观总统府。因讲台语会使真自然，希望向大家来推广。我7岁了，所以我差不多7年了。甲朋友讲了，你来参观过总统府。应该吧，厝的人都伫遐讲，我嘛要去。其实阮会去世界参观啦，但是不管是美术馆啊、博物馆啊，总统府嘛是一个想要带囡仔来熟悉的所在。其实重点是讲，不管阮去什么所在，阮就是希望讲会使有台语的导览啦。目前这社会大家拢无惯势讲囡仔会讲台语，这其实嘛是一件足奇怪的代志嘛。团体当中有真侪囡仔自细汉就开始学台语，嘛真侪是敢若听有台语，袂少民众拢感觉因真特别。总统府表示，针对导览的部分，负责导览的职工计共有170位，其中40位是负责台语导览，占整体23.5%。其实台语踮咧部分的用词、语词吼，可能甲即马华语的习惯用法会无啥共款。拄咧即个较特别的语词吼，尤其是台语方面的语词，会搁进一步加强的来讲解。互民众会充分的了解这个内容。家长表示，讲台语是真自然的代志，而且国家语言发展法已经通过，尤其是伫公部门的部分，各种国家语言的导览拢已经有需求。毋忙各种国家语言的需求，会使互大众看到。记者郭碧君、郑派文台北报道。立法院内政委员会13来到新竹讨论新竹合并相关的行政区域加地质法修法，不过却无看到新竹市政府派人来参加会议。市长林志坚表示，立委应该伫立法院负责审查法案，不应该用技术性来阻挡大新竹的合并审计。立法院内政委员会透早来到新竹市议会，针对大新竹合并审计议题进行地方意见交换讨论。特级委员林维洲对新竹市长林志坚无来参加会议表达真遗憾。民进党总召柯建铭强调，希望后礼拜第3题委员会进行相关讨论。比较可惜的就是新竹市政府，我们等一下再看看是不是有派人参与了哈。我觉得再一次强调，就是说有不同意见，我们都是表示欢迎。那当修法的时候，就可以参酌各界的意见，将来修法的内容就会更完整、更周延哈。下礼拜才要审计司法，审核以后出委员会要1个月以后才有表决，所以大家不要紧张。新竹市长林志坚表示，国民党有3个立委提出3种版本的地方制度法，而且各要求必须先送地方议会同意了后，再去送行政院。这款做法反背地方的意见。用了很多技术性的方式在做杯葛哦，那我相信，市民县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哈，他们一定会记得是谁在阻挠大新竹的合并升格，在阻挠这个大新竹的发展哦。另外，针对新竹要成立合并审计专案办公室，林志坚也强调，目前正在邀请专家学者参与，看疫情变化，应该在过年后成立。记者狄君和新竹报道。讲到世界级的古迹，法国巴黎圣母院火灾的中间工程，搁爱2年半才会当结束。法国的电信业者 Orange 就出钱设计出一款圣母院虚拟实景体验活动，45分钟就会当了解到圣母院的历史啊。法国的电信业者 Orange 伫新开选门设置一个500平方公尺的空间，让参观者透过虚拟实景的牵挂装置。45分钟的时间，就会当完整重温圣母院大教堂为中世纪建造初期到2019年后大火烧掉的历史过程。C'est assez impressionnant. Je trouve qu'au départ, on est un peu angoissé. Et puis en fait, on oublie complètement ce côté enfermé parce que l'environnement est absolument magnifique. Par contre, il ne faut pas avoir le vertige. Ça fait quelques sensations assez étranges.
用戏剧影像彰显伫参观者的眼前，除了圣母院本身的建筑之外，也有从世纪开始建造时阵的4khu位的环境。宗教仪式进行的时阵，建筑物内部的景象，甲大教堂塔顶的景观全部立停，也可当选择有知名的建筑大师维奥莱勒杜克，也是前总统第9路将军的声音做响图。这套圣母院戏剧实景体验是由法国一间新创公司 Emis 所设计，50人的工作团队，包括真侪位历史甲建筑学者。圣母院的重建工程预计2024年完工，重新对外开放。伫这进前想要体验这座国际性古迹项目的人，开30欧元买一张门票就当体验。这项体验活动未来也有计将搬到纽约、罗马、莫斯科等城市举办。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伫咧过去的观念，这乌色的绵羊无啥经济价值。不过这几年消费者认为天然的上好，只要是天然的色水，这羊仔毛拢变作是上界穿的产品。澳洲新南威尔斯省的牧场内底，一大群乌色的绵羊真欢喜伫草坡食草，较早无人爱，即马真侪人抢。这个价销是500澳币，相当是1万外台票的乌色羊毛毯，一个开始卖就销了了。Demand far outstrips supply. At the moment, it's been incredible, the response, especially from North America. 过去观念白色羊仔毛较好卖，因为染白色的羊仔毛比染乌色的羊仔毛较简单。白绵羊家族生出乌绵羊，那看起来真奇怪，也互人认为无商业价值。不过全球即马开始介意天然毛草。乌色羊毛商品未过无人爱，甚至变作流行。苏菲翁仔某决定要饲一阵乌色的美丽糯绵羊。Coloured sheep are building up a reputation for the quality of their wool, which has been a really big focus in our breeding programs. And consumers are certainly looking for a range of naturally coloured fleeces. It's hugely important that we don't contaminate our white wool flock, and there's not that there's anything wrong with black wool, but it's a different market and we need to keep them separate. 但你讲的是有色绵羊甲白色绵羊一定爱分开剃毛，而且剃完毛的羊条一定爱好好清洁，才袂甲乌白两种羊仔毛染做伙。公司新闻林浩如编译。所以来带观众朋友来关心天气。讲这冷空气当咧热南，今暗时到明仔载透早，伫咧较市中心的所在只有11度到13度，伫山顶也个空旷所在可能会出现10度的低温，甚至即讲这水汽也渐渐减少，干那北部、东半部地区有局部地阵雨，伫中南部的所在是好天。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您就知。基隆到新竹是对11度到18度，苗栗到云林是对11度到23度，嘉义到屏东对11度到25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2度到21度。平湖金门马祖对8度到19度，还有未来3港气象。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